快乐时，你要想，这快乐不是永恒的。当你痛苦时，你要想这痛苦也不是永恒。6点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日的后悔。7点你可以拥有爱，但不要执着，因为分离是必然的。8点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。9点你执着时候放下，执着时候就没有烦恼。10点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。11点狂妄的人有救，自卑的人没有救。认识自己，降服自己，改变自己，才能改变别人。12点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，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。不满人家是苦了你自己。13点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，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。14点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，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。